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7，诗篇136篇23到24节安尼讲：伊笑脸咱伫卑微的位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三甲来祈祷。笑脸阮卑微，佮救阮脱离对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自有永有，永活永在，无比丰盛，无尽疼痛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你对创世以前，就伫基督内拣选阮，互阮伫伊的面前诚做圣，因为你听阮，互阮通伫基督的血来得到赎回，罪得赦免，照伊恩典的富有。主啊！阮感谢你的怜悯疼痛，因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，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，因为你知阮的体质，笑脸阮是土粉。主啊！总是你有缘疼阮，你笑脸阮伫卑微的位，拯救阮脱离阮的对敌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